置業家今次同大家推介一間獨家代理嘅單位。呢間地下單位有個花園，連埋車位，仲要係屋苑式管理。屋裏面大概700尺，3房1廁，一家大細住就啱晒。客廳夠闊，全新裝修，搬啲家私入嚟就住得。再睇返3間房，每間都方方正正冇嘢阻。大間嘅做主人房，擺張雙人大床同大衣櫃，仲有剩。細啲嘅俾小朋友住，放埋書台都夠位。仲有一間可以整個書房，放工返嚟想靜靜地做嘢都得。廚房、廁所設備都新淨，搬入嚟就用得。仲有啊，呢度係屋苑式管理，有咩事揾管理處就得，住得安心啲。想買嘢或者食飯，附近有商場同餐廳，唔使成日開車出遠門。最重要係價錢，先398萬，仲要連埋車位同埋花園，呢一個價真係好抵。置業家獨家代理，想睇樓就快啲 call 我哋約睇樓啦！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！